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敢有可能咧？这个厝一间才要卖14万，将做在地人正咧讨论的话题。这是伫个婚姻关元中乡的山内村，这个厝29平外，厝龄33年，讲才要卖14万。在地人讲这无可能啦，这一定有原因。啊，有乡亲讲，应该是地上物领领，这地皮无可能。啊，厝主并无出面来说明。啊，若卖厝的业务讲，这真有可能是计小去写唔对去。卖厝的网站你无看唔到，这间透天厝只要14万，互民众抛去网络顶，佮讲卖佮讲无法度买厝，破文字出来，遂引起2万外位网友来看。太便宜，不可能有那么便宜房子啦。那么便宜，对啦。OK。看看问题，查个清楚，看是什么原因。地上物地上物而已吼。伊地皮应该无人刮掉啦，对，按若无就是有一定有啥物纠纷的啦。记者到现场来看厝的状况，经过传统建筑厝顶，佮有留下放弃，壁看起来真有历史感。厝的地点伫婚林元中乡的山内村，关庄的坪数29.37平，3间房间，2间客厅，2间便所，一个老残33年的厝14万。用 Google 的地图来看，附近有几啊地产，500公尺所在有一间学校。不过想要过入去巷仔内，敢若因为巷仔伤细条 ，Google 的车驶袂入去。14万的话，当然可以考虑去买啊。就是可能担心的话，可能就会不会是凶宅啊，是公路都没有路可以进去。其他卖厝的业者讲，若真正是土地加上厝14万，真正真俗。不过无排除可能是写唔对，或者是有啥物细节无写清楚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